歡迎收聽《和你看天下》呢一條片，我想講嘅中美關稅大戰，如果持續嘅甚至升級咧，必然地戰爭嘅風險就會增加啦。咁所謂關稅風險外溢。咁即係咧，一杯水啊，兩個人不停斟水落去，直至個杯滿瀉咧，咁啲水就會瀉到一台都係，然後一地都係。咁到其時咧，就唔係隻杯嘅事啦，而係全世界嘅事。咁所以如果中美堅持企硬啊，假設啦，Trump 同習近平堅決嚟一次貿易上嘅生死決戰咧，下一步非常有可能就係軍事上打起上嚟。咁雖然我依家咧就非常相信啊，Trump同習近平兩位奇英咧搞完一輪之後啊，好快雙方都會揾個下台階，然後就傾掂嘅。不過假如事情真係出現預料唔到嘅變化，命運要安排兩位奇英大打一場啊，咁樣呢一場仗咧將會係點發生呢？我哋依家就不妨推理一下啦。嗱，首先中美兩國直接交戰機會確係好低嘅。咁點解呢？第一，美國錫身啦，美國從來唔想直接介入大型戰爭嘅。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7月就開始啦，3年之後美國先至介入嘅。第二次世界大戰1941年12月開打，美國2年半之後先至介入。咁歷史上咧，美國係唔會快速介入大型戰爭嘅。咁你話依家會唔會變咗呢？正常推理就唔會啦，因為 Trump 依家嘅行事作風完全係符合當年美國孤立主義嘅傳統嘅。亦因為咁，美國本土除非受到大型攻擊啦，否則美國唔會主動同中共打嘅。中共咧亦唔會主動攻擊美國，因為中共嘅軍隊同埋啲武器啦，打唔打得都未知道，一出手就同美國打，即係等於自己找死嘅啫。中共咧只會主動打啲小國，嗱，我講笑咁講啊，人口5000萬以上嘅國家咧，中共都唔敢打嘅，除咗菲律賓。中共亦幾乎咧冇可能主動直接攻擊美國啦。咁於是戰爭嘅風險咧就會去咗其他地方啦。咁大家馬上就諗到咩地方咧？就係台灣啦。嗱，嚟到呢度咧，我岔開講一句啊，美軍有幾錫身。好多年前我睇過一本書喎，係講咖啡嘅。原來美軍上戰場每一日都要嘆杯咖啡先得嘅。Trump嘅師傅啊，麥金利啦，當年做總統啦，1898年發動美國同西班牙嘅美西戰爭。當時美軍上戰場已經要飲咖啡啦，咁當時咧仲係即磨咖啡添。嗱，大家諗下，又要磨喎，又要慢慢沖，然後慢慢嘆，咁你話啲美軍打仗幾寫意呢？去到1930年，巴西咖啡就生產過剩啦，咁於是低價向美國就傾銷啦。美國雀巢公司唔知點處理呢批巴西嘅平咖啡豆，終於1938年發明出雀巢即溶咖啡。2年後就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爆發喎，雀巢咧就將呢啲即溶咖啡向英軍推廣。當時馬上賺咗大錢，就再推俾其他歐洲軍隊啦。從此雀巢即溶咖啡通行世界。2年半之後，美國就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啦。美軍就日日飲雀巢即溶咖啡，咁跟住美國咧都流行晒呢啲即溶咖啡啦。大家就不得不佩服美國人嘅商業頭腦嘅，亦因為咁咧，Trump 依家得罪全世界，仇恨歐洲添，真係好蠢嘅。因為美國人幾有商業頭腦都好啦，如果其他國家抗拒美國產品呢，美國貨少咗市場啊，你幾叻都冇用嘅。好啦，咁講翻咖啡啦，美軍基本嘅口糧咧係包括咖啡嘅。OK， 咁講翻台灣啦，啟發我講台灣嘅戰爭風險呢，就係4月11號英國衛報一篇文章，文章標題係別恐慌，但也別鬆懈。文章話台灣計劃將71便利店作為戰時嘅樞紐。文章嘅內容引述4名知情人士透露，賴清德成立嘅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正係評估中共入侵嘅時候可以用咩方法應對。呢個委員會咧唔係講軍事嘅，係講民間嘅應對嘅。其中一個計劃就係利用全台13000間便利店作為戰時樞紐。由於一打仗，中共咧可能進行海上封鎖啦，道路亦可能被炸毀啦，甚至網絡都會被癱瘓嘅。呢個時候咧，台灣國軍當然要出動啦，警察亦有其他好重要嘅嘢要做啦。咁於是將糧食同醫療物資分配俾台灣民眾咧，就要靠全台13000間便利店啦。以人口去計啊，平均一間便利店服務1800人，服務1100人啫。咁呢個比例咧就非常之好噶啦。
另外，一打仗，中共必然大量發放假信息嘅，咁於是台灣官方有咩重要信息，反而喺便利店發放仲會穩陣啲。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如果全台網絡癱瘓啦，只要保住13,000間便利店，台灣民眾仲可以有個緊急嘅 WiFi 熱點啊，都不至於斷晒聯絡啊。原來有呢個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成立咗10個月噶啦。不過咧，只係開過3次會啫。2024年12月就做過1次沙盤推演，咁由此可見台灣人幾咁鬆懈啦。賴清德政府成日就驚嚇親台灣人，引致股市下跌啦，就流失選票嘅。反而英國媒體仲緊張過佢哋。咁台灣人咧一直有個假設嘅，中共唔會打過去嘅，因為講咗70幾年啦，都未喐手。咁第二個假設就係打台灣，美國一定介入。第三個假設咧就大不了投降啦，冇問題啦啩。與其日日喺度驚中共打，就不如開開心心啦，日日鬧執政黨啦。民進黨執政咩？咪鬧民進黨咯。輪到國民黨執政一樣鬧爆佢，直至共產黨登陸台灣，全部收聲。嗱，咁樣起碼都爽咗幾十年啦。嗱，依家睇嚟咧，台灣人真係需要改一改佢哋嘅諗法啦。依家習近平打台灣嘅風險同動機，比之前咁多年都大咗好多好多。可以咁形容嘅，Trump任內都唔打，習近平有生之年都冇可能打台灣噶啦。假如中美關稅大戰真係傾唔掂，雙方真係鬥落去呢，為咗逼對方讓步，一定會不停加碼嘅，就希望打到見到成效為止。於是唔會咁簡單，淨係互加關稅、斷鏈脫歐咁就算數嘅。特別係假如台灣同美國遲啲傾掂一個關稅嘅稅率啊，台灣可以吸納咗中國嘅訂單，少部分取代中國供貨俾美國啊。呢個情況大家諗下，習近平點接受呢？中共一直唔敢打台灣，第一啦係驚美國及其盟友真係介入戰爭嘅。特別係拜登年代多次表明會保護台灣啦，咁當時美國同盟友嘅關係亦相當好嘅，拜登真係有可能說服到盟友聯合抗中。依家Trump唔同啦，全世界都高度懷疑Trump會唔會介入台海戰爭。一旦美國唔幫呢，歐洲、日本、澳洲、加拿大等等亦冇可能幫嘅，想幫都幫唔到幾多，始終地理上歐洲係有限制嘅。台灣唔同烏克蘭啊，烏克蘭同歐洲係接壤嘅，歐洲軍援可以源源不絕。但係如果中共真係封鎖台海，歐洲真係想幫好難嘅。咁所以此時此刻台灣嘅形勢已經就唔同晒啦。之前中共唔打台灣，第二個顧慮係全世界經濟制裁啦。咁但係依家亦係唔同晒，因為反正依家同美國關稅大戰，同俾美國制裁，其實分別已經唔算好大啦。發展落去，如果侵真係加碼經濟上對付中共，亦即係出晒所有招數啊！如果中共到時唔死得，咁習近平就會明白到打台灣美國經濟上對付中共嘅招式都出晒啦。輪到佢假如成功奪取台灣，攞到台積電控制全球嘅晶片供應啊，反而就輪到佢大把籌碼同全世界講數啦。簡單啲講，中共窮到某一個地步，西方咩制裁佢都唔使驚。當日習近平堅決玩清零政策啦，就自己玩殘自己啦。我當日出過幾條片講嘅，習近平係發動緊一場自己打自己嘅內戰。呢一場內戰習近平係希望睇下大陸人承受能力有幾高，可以慘成點都唔反抗嘅。中共政權喺咩情況下仍然可以掌權嘅？結果證明佢成功嘅，實驗證明大陸14億真係超級捱得。呢個觀點幾年後終於有洋人鬼佬觀察到啦。紐約時報啱啱有篇文章就係話清零政策係習近平嘅戰爭排練啊。呢一次大彩排係成功嘅。咁所以如果遲啲歐盟繼續防範中共啦，堅決拒絕中國過剩嘅產能中國經濟真係急速萎縮，習近平打台灣反而少咗包袱，多咗動機。OK， 咁我哋又睇翻台灣點樣嘅情況啦。不過繼續議題前，提提大家，請你記得支持和你看天下，請你訂閱、點讚、留言、分享，記得撳埋訂閱旁邊個鐘仔。另外如果有廣告嘅話，請大家支持我哋啊。言歸正傳，前邊衛報嘅報道，台灣嘅媒體幾乎冇乜反應啊。
台灣網絡上甚至嘲笑衛報嘅報導添。有人就話啦，一打仗民進黨高官走晒啦；有人就話一打仗便利店啲員工仲會返工咩？有人話咪玩啦，使唔使放定啲槍同子彈喺便利店啊？有人就話台灣咧都唔知道嘅嘢，英國衛報會知道，有咩可能啊？有人就話咁71嘅員工要加薪先得啦。總之一句講晒就係冷嘲熱諷。咁當然不能排除嘅，呢啲咧網民啊係中共台灣認知戰嘅一個部分嚟嘅，係用嚟分化台灣人嘅。不過由此亦睇到台灣人係幾咁大安旨意。其實咧非常多台灣人，當然啦唔係全部啊，非常多啫，係預咗大不了向中共投降咯，接受統一。有啲台灣人以為大不了變咗香港咁啫。事實上，如果冇外援，台灣同中共亦冇得打嘅。不過台灣人就咪以為中共會俾足夠時間同機會台灣投降啊，未必嘅。中共要打台灣，隨時係先喐手，務求先登陸台灣，先至俾台灣投降嘅。就算中共一射導彈，台灣馬上話接受統一啦，唔好打唔好打，中共仍然會登陸台灣嘅。中共嘅導彈未必會即時停止發射，只係射嘅目標可能有啲唔同啫。如果台灣真係本能地作出抵抗呢，中共自然會全面進攻啊！就算中共嘅進攻進度不似預期，台灣亦頂唔得幾耐。台灣65% 糧食係依賴進口嘅，米嘅存量只係夠4到6個月。民間呢，包括超市、便利店呢，大約有1到2星期應急嘅物資。石油呢，台灣100% 完全依賴進口。依家官方公布儲備嘅石油呢，係夠60到90日。呢一度咧就未計軍方嘅能源儲備，天然氣咧10到14日啦。咁依家台灣久不久都會出現停電嘅，一打仗台灣一定唔夠電力供應。水源咧可以自給自足嘅，但係你唔能夠排除中共可以炸台灣嘅水庫，務求影響供水。藥物咧，台灣30%藥物依賴進口，醫院藥物同用品嘅庫存只係夠1個2星期。製造業，台灣一打仗，好多工廠必然生產停頓啦。反而中共嗰邊咧可以一邊打一邊維持生產嘅。所以台灣人依家仍然毫無準備。等我每次出片講呢個問題咧，一定有人留言嘅，鬧我唱好中共，打擊台灣人嘅信心，又話我收咗中共錢啊，乜咁啦。總之提醒佢哋小心啲，快啲醒啦，就變咗冒犯台灣人嘅。好多台灣人以為投降就冇問題，但係事實上投降不等於安全。前邊講過，中共唔會俾足夠時間台灣投降嘅，一定先進攻再等台灣投降。一旦軍事行動開啟，中共就要有震懾嘅效果。只要共軍一登陸，肯定即時拘捕一大批人。政治人物、公職人員、軍人固然走唔甩，國民黨以為佢哋冇問題啊，咪咁天真啊。跟住就係學者、媒體、文化界全部拉得，然後輪到科技人員，唔控制啲科技人員，點樣快速控制台積電呢？呢啲科技人員隨時會被移去中國大陸添啊！到時就喺中國大陸發展呢個中積電咯。跟住就係外國有聯繫嘅公民組織，呢度幾十萬人冇走雞。嗱，大家睇下香港反送中呢一鋪啦，都拉咗10260人。假如中共入侵台灣，你話冇幾十萬人被捕，大家諗下會唔會啦？而且台灣有軍隊，喺中共眼中一直認為台灣呢係以美謀獨嘅。一旦共軍登陸，清洗台灣嘅反抗力量將會係非常大動作嘅。咁但係依家台灣人仍然當冇嘢發生咁。香港仲有所謂救生艇啊，台灣呢？台灣人走得去邊啊？反而講笑咁講啊，娶個大陸老婆啊，所謂陸配啦，仲可以正式移民大陸添。啱啱習近平清洗咗解放軍第2號人物何衛東啦，好多人相信啊，其中嘅一個原因呢係何衛東對打台灣唔夠積極，缺乏戰鬥嘅意志同信心。4月9號，中共教育部提出要求中國各大專院校加強學生參軍宣傳，校園主要通道、飯堂、宿舍等等啦，全部要宣傳學生加入軍隊。之前呢，好多大陸人講笑啦，話年青人失業率咁高啊，唔怕嘅，拉佢哋打仗咪得咯。依家情況似乎真係咁啦。咁另外再早1個月有報道指出，中共正係大量製造巨型嘅運輸船，務求建造一條直接登陸台灣嘅供應鏈。
嗱，無可否認嘅，一旦喐手咧，中共嘅計劃未必有預期之中咁順利啦。但係台灣人依家完全當冇嘢喎。各位，你話係咪太過天真同散漫呢？OK， 咁另一個問題嚟啦。假如川普同習近平兩位奇英啊，遲啲真係傾掂數，關稅大戰告一段落啦，台灣又點呢？咁當然被武力入侵呢個機會咧就細咗好多好多啦。台灣人到時咧可能會話啦，都話唔使驚啦。不過咁，你又點知道川普同習近平嘅協議冇某一個部分係出賣台灣嘅呢？或者準確啲講啦，係令台灣人唔可以維持現時嘅生活方式。嗱，例如啦，台灣要減少對中共嘅防禦咁啦，要同意接受一個統一嘅時間表等等啦，呢啲可能性咧，你係不能排除嘅。依家兩位奇英就鬥大對方啦，當然而家暫時睇唔到呢個情況啦。但係一旦雙方握手咧，阿川普會話：習近平係一個偉大嘅人嚟㗎，中美兩個偉大國家合作揾食先啱嘅。咁到時台灣唔知點好啦。總之我依家覺得，如果台灣人選擇投降咧，真係無可厚非嘅。講真，無可厚非。世界嘅局勢不斷喺度變，台灣人當然有權選擇自己嘅道路。不過面對可能嘅戰爭，台灣人起碼啦都應該喺思想上同生活上做啲準備啊。好啦，最後我想講講，最近有啲川粉就留言話我唔能夠參透川嘅智慧啊，咁所以我個分析咧都係錯嘅。我覺得好好笑嘅，去分析一件事件、一項政策，唔係睇邏輯，唔係睇數據嘅，而係要參透嘅。喂，咁玄學嘅，咁有玄學味道嘅。OK， 遲啲如果川普同習近平傾掂數啦，到時川粉又會話大家仲未參透川下一步啫。總之川永遠就有下一步嘅，下一步一定係對付中共嘅。咁樣無休止嘅解釋，真係咧永遠就唔會輸嘅。即係咧，假如川縮沙，川粉又可以話：你哋仲未參透佢下一步啫。所以咧，我成日講嘅對川嘅崇拜啊，係近乎宗教式嘅，就係咁解。美國華爾街嗰班大鱷嗰班投資者嘅反應係錯嘅。呢班友仔咁聰明，揾食咁多年，發達咁多年，佢哋都未能夠參透川嘅智慧喎。而啲川粉咧唔同啦，佢哋就參透川呢位尊者嘅智慧啊！呢點實在頂癮嘅，我真係忍唔住咧要講一講啦。嗱，嚟到呢度都係呢句啦，希望大家繼續收聽和你看天下。喺呢條片下邊應該有超級感謝嘅符號噶，好希望大家 click 入去支持我哋，拜拜。